11月份娛樂生活雜誌免費索取，中年好聲音2譚輝智專程飛抵加拿大，為華裔小姐擔任特別表演嘉賓，以動人嘅歌聲為東西兩岸候選佳麗加油打氣，為觀眾送上精彩演出。加上新時代電視同加拿大中文電台詳盡節目介紹及節目表等。免費索取地點有鴻福飲食集團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門宴、鴻福海鮮大酒樓及萬錦聚福樓，另有新之美高級餅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、Markville Mall、Fairview Mall、史家堡新之美中心、Scarborough Town Centre、Hillcrest Mall、Upper Canada Mall 分店、Omumu Japan Living、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、Downtown 龍城商場以及大多伯以下地點。史家堡世紀廣場、太古廣場、Woodside Square、萬錦王府井、市中國城及黃金廣場，亦可以到 plem.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。Mr. Roger 咧，我哋唔係約咗非洲朋友嘅咩？你先知，你身邊有冇臥底？隨講。佢哋而家個個以為我落架，我真係唔知點算。我成12萬，真係叻女喎！咁快散晒啲貨。咁你同我女友係兄弟，自己人，不如咁啦，我以後跟你揾食啦。坦克英雄星期1至5晚上8點05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聯邦財長孫彭飛今個星期公布聯邦預算，係卡尼政府嘅首份預算案。出爐之前，卡尼上個月初提到，未來10年會將非美國貿易增倍，又會引入人才吸引計劃。呢份預算將會為加拿大嘅財政同經濟走向透露啲咩方向呢？又會點樣影響我哋嘅生活？時事平台星期日晚8點1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會同大家一齊去討論。